大陆女星秦岚2018年因演出红遍两岸3的夯剧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富察皇后再度翻红，荧幕上美丽温柔的形象圈粉无数，私底下的她也相当亲民。近日就有网友捕捉到她搭着地铁参加央视春晚彩排，不过其他人忙着当低头族，似乎都没发现旁边站着皇后。一名网友在微博上表示：“什么狗屎运啊！我好像在地铁上看到了秦岚姐姐，干嘛去啊？这个点挤地铁。”照片中可见绑着马尾辫、身着红色服的秦岚，即使戴着口罩仍难掩美貌在人群间。由于其他乘客都在低头滑手机，似乎仅有这位网友注意到明星在自己身边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留言：“我以后绝不当低头族，羡慕啊！我的皇后根本仙女下凡啊！”多少粉丝恨死自己今天没有坐地铁，皇后娘娘太接地气了，我以后不敢滑手机了，我也想跟皇后娘娘坐地铁。随后秦岚工作室也 PO 出一段秦岚穿着羽绒服小跑步的影片，表示今晚央视春晚彩排遇上长安街交通管制，哈哈哈，大家弃车赶路，看得出来在秦小岚的带领下，大家都有在好好健身。等同证实网友巧遇的，的确是秦岚。